继续来看台北西部这个人行绿桥，有30年的历史。徛伫个绿桥顶，就会当来翕规栋的101大楼，是每一年的跨年翕烟火好所在。啊，讲考虑到交通的安全甲便利性，后日15号就要来拆掉，民众真唔甘。 信义基隆路桥启用至今已经30年，不过近期将要在7月15号进行拆除，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玩家前来拍摄。而这个位置呢，也是拍摄101最好的绝佳位置。难得要拆了，拆前夕赶快来拍，留作纪念了。嘿。 介意翕相的主持立马手提相机一直翕，希望每一个角度拢会当翕来做纪念。空三角空，西部天桥今仔日开始封起来，3天后正式拆掉。其实北市府去年10月就已经封天桥21天，评估4周围交通安全配套措施，不过尾也考虑到安全性和便利性，决定把人行天桥拆掉。基本上我不会觉得更危险，因为不拆掉好像也没事。可是为什么要拆？我觉得有点多余啊。徛伫咧天桥，会当看到规栋的台北101，不管是日时或者是暗时，徛伫咧信义区西部天桥，都会当翕到真水相片，嘛是真侪立马师练习翕相的好所在。今晚拆掉的消息出来，互民众拢真不甘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